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第13节到第18节。耶利米书第16章第14节到17章第4节。歌罗西书第4章第7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避难所。在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后，许多的乌克兰的老弱妇孺就被后送离开前线，送往乌克兰西边的边界其他国家。这些其他的国家基于人道的精神，就在边界建立了许多的难民营，或是我们称为避难所 （refuge）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落难的人们，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帮助，就是救恩。救恩在圣经里面所说的，其实就是避难所。诗篇时常以避难所来形容上帝的保守、救恩，因为避难所有围墙、有守卫来保障避难所里面的人，他们有人身的安全，也有一些政府跟民间单位提供他们日常所需的食物和物资。但是那一些被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偶像，他们并无法提供保护给那一些敬拜他们的人，因为他们不是真神，而是人手上所雕刻的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。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赐恩给他们的上帝，他们去拜了那一些完全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偶像。耶利米书第16章说，上主说，我要差派许多渔夫捕捉这些人，又要差派许多猎人到大小山冈和岩石洞穴去猎取他们。我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们的罪恶都在我眼前，无法隐藏。我要使他们因自己的邪恶和罪过受加倍的惩罚，因为他们膜拜那一些毫无生气、像死尸一样的偶像，污染了我的土地。他们用可憎的假神塞满了这个地方。当以色列人遇难的时候，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，如同使徒行传第5章的经文所提到的亚拿尼亚和撒非拉这一对夫妻一样。其实没有人强迫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是自己违背了自己对上帝的誓约，并且欺哄了圣灵。就如同我们过去一再的提到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上帝一再的透过先知，他要赐下的救恩这个预言，人们必须要先愿意回转向上帝，因为心里刚硬的人就会如同这个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一样，终局是非常悲惨的。要能够得到救恩的人，就必须要愿意领受上帝的应许。
就像是耶利米先知的预言所说的，上主说：瞧吧，时候将到，人发誓的时候不再说，我指着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永生上主发誓，却要说我指着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土地，将他们从放逐的各国带回来的永生上主发誓，因为我要带领他们返回故乡，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世人必须先愿意回转。我们之前时常提及路加福音15章这个浪子故事当中的小儿子，他也因为他的忤逆、自傲、自以为是而离开了上帝，他的父亲的遮蔽，他自己就要去面对所选择的生活，事实上是困境。当他发现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决定和行动，就是悔改、认罪，并且呢，付出行动的面对被比喻为上帝的父亲。他的信心也就如同跟耶利米先知一样的信心一样。圣经耶利米书告诉我们，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和堡垒，你是我危难时的避难所。列国要从世界各角落来到你的面前，说我们的祖先只拜假神，只拜毫无用处的偶像。人能为自己造神明吗？即使造了，他们也不是真神。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了他的问候，也提到了许多同工们的问候。牧师觉得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位同工的事情很值得我们去注意。这个人就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4章第10节的经文所提到的。保罗说，跟我在一起坐牢的亚里达古向你们问安。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。关于马可，我已经吩咐过，如果他上你们那里去，一定请接待他。这是一个同工的关系，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虽然在保罗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，马可在行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脱队离开了，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并且保罗在第2次就拒绝了马可的同工。可是呢，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，保罗交代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要好好的接待马可，这代表着上帝的救恩里面一个非常美的复合的关系。因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也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任何人来得到救恩，而是要以这一种很美的复合的关系来彼此同工。这样子的一个关系
才能够容神一人。诗篇第139篇第1节到第6节。上主啊，你洞察我，你认识我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。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，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，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。我没有开口，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前后左右环绕的我，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。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，不是我能够理解的。13节到18节。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的，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。我歌颂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会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。骨络怎么样成型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了我。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深奥，你的心思多得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多。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只要愿意进入的人，就必要得到保守与救恩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愿意回转，与你建立复合的关系，进入你所为我们设立的避难所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